好啦，如果要我揾一樣嘢去形容我自己呢，我就會揀雪櫃。點解我揀雪櫃呢？因為我本人就好中意食嘢㗎，而且呢，一見到雪櫃我就好開心，諗起雪櫃裏邊有唔同嘅食物。咦？睇到雪櫃嘅表面呢，就代表我嘅心情，因為我好中意去旅行㗎，亦都好中意影相，所以呢，我將我最中意、最開心嘅時光呢，都放晒喺雪櫃嘅表面，代表我有無限嘅記憶啦。成日都諗到啲好開心嘅嘢。當我打開個雪櫃嘅時候呢，見到好多食物啦，我就會形容我嘅人生有甜酸苦辣啦。甜嘅呢，我最中意嘅係蛋糕啦、朱古力，因為呢啲嘢可以代表我嘅開心，所以呢，我就會放喺最頂層。第二層我揀咗檸檬同埋酸菜，因為係代表我嘅辛酸。當我遇到辛苦解決唔到嘅事情嘅時候呢，我就會嘗試去解決啦，所以我放喺雪櫃裏邊嘅第二層。最底層呢，就係放到啲我唔想接觸嘅苦辣啦。苦辣嘅時候，當我遇到苦辣就係面對唔到嘅事情啦，解決唔到嘅事情啦，或者一啲好煩惱嘅事呢，我就會用咗辣椒同埋苦瓜呢啲苦嘅食物去形容佢，形容我自己。咁我就會放喺雪櫃嘅最底層裏邊。點解放喺呢層裏邊呢？因為就好似我嘅內心咁樣，可以將道門一閂咗去呢，我就可以將啲唔開心、辛苦、酸辣嘅嘢呢隱藏住啦。到最頂層呢，就係個冰櫃。冰櫃裏邊呢，我就會放咗一啲壓力。當我遇到壓力解決唔到嘅時候呢，我就會想將啲壓力呢一粒好似啲冰粒咁啦，冰封住佢，唔好再觸摸佢。等到呢適當嘅時間，等佢 cool down 咗、調適咗呢，我就會喺個冰櫃裏邊將啲壓力攞翻出嚟，慢慢去解決。其實雪櫃呢就好似我嘅人生裏邊，有開心有唔開心，食物亦都代表我嘅心情，有開心唔開心，所以呢，我就會揀選雪櫃做我今次嘅回報。